这阵地方卫生所的工作人员也爱帮忙防疫，也爱帮民众来注意风险，是真操真无用。台南山上区农会特别准备当地特产洛梨、油梨啊，送予卫生所的人员来享用。台南山上区农会用自身的能力买这个油梨啊，来慰劳着卫生所的人员伫疫情期间的付出。一来是来回报着地方，支持着在地农民；二来嘛希望用上佳营养的水果，为这个人员来补充元气，继续来守护着大家健康。非常感谢农会。继续来到台中的台里，这个中华民国农会农青启艺小学堂来举办着一场 DIY 体验的活动，互乡亲家己动手来做迄个竹仔台。有不少的长辈时代嘛来参加，重新来回忆这个古早的佚佗物啊。大小朋友提钢推啊，要甲家己的竹仔台做起来。中华民国农会农青企业小学堂举办这场 DIY 体验活动，要让民众重新体会台湾古早的佚佗物啊。就是打这个弹珠台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在用那个钉子的时候，是需要用那个镊子夹住那个钉子，然后再用那个铁锤敲。那这个地方是比较需要注意，要有专心。农会表示，为了推广伫做当中学习。原本就会不定期规划体验活动，不过拄着疫情，真侪活动拢爱取消。趁全国疫情警戒维持伫2级的机会，规划这个活动，嘛吸引民众带囡仔来参加，有袂少时段嘛来回忆当年的生活。因为做好之后就可以玩了，所以我觉得很就是那种大台的有，哎，对。还是复刻版小台的，刚好自己动手做，很方便，对小朋友体验一下。难得的 DIY 活动，袂少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做好的竹仔台现场阁有 PK 比赛，互大家会使体验到这上原始的佚佗物。好，来继续来。